规个台台中市哦，行业唔会说话，尤其是上万国家，加上下来嘅新人系万人会来做台中市长，同时伊对客家运用嘅嘢影响同想法呢，我哋今日来访问呢，都系国民党提名嘅，而也系想要来竞选连任嘅台中市长傅志强市长，你好。好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。其实台中整个大台中市，客家乡亲最多的就是旧台中县。东势、石冈、新社、和平这边，那在台中县市合并之后，您是不是有比较多机会可以走访这些客家乡镇？那您对那边的印象是什么？又觉得在地的需求是什么？我在没有就任大台中市长之前，就常常跑这些地区。我对东势印象非常深刻，因为他用客语可以通的，大埔腔的客语。几乎是通行语言，大部分人讲客家话，然后可是它的建设呢，却没有办法顺利的推动，因为它受到水源地区的限制啊，它的发展比较慢，所以它城市没有办法做很多盈利的事业，啊，那因此东势镇公所现在的东势区公所负债4亿，因为负债还不了县政府，所以补助款就被扣，这样就造成一个恶性循环。所以我上任以后更是马不停蹄，凡是3城、东势、新社、石冈有大活动，因为这几个区都是客家人比较多的地区，我有心要把它变成客家文化的精华地区。东势的建设，我凭良心讲，我一上任就吸收了它的4亿，而且我对它的补助比以前多到3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地方，很可以好好发挥。那在您这一届的政见里面呢，您有提到的很重要一部分，也是大家很关注的，就是您本来想要建一个圆楼的客家园区，那其实这中间圆楼它引起蛮大的争议，有些人觉得它不是台湾在地长出来的客家文化，所以现在好像也确定不会以圆楼的形式来建。那现在这个客家园区，在您的构想有什么其他的改变吗？现在进度如何？圆楼是客家传统文化居住方式之一。然后是很重要的一部分，很独特的一部分。台湾没有，只有在大陆有。那因此，我们想让客家的年轻人知道他的先人是怎么样居住。圆楼文化也只有客家人有，啊，所以我当时就很想盖东势第一个客家圆楼。所有的建筑都是仿古复古，但是里面要有现代科技。当时决定不是一定要做，是因为有别人认为他2年就可以盖好，而且也宣布了，结果到现在没有进展。现在我们如果确定1年的设计，然后同时明年编后年的预算，我觉得后年就可以动工。所以还是有可能会有可能，我没有排除过，我从来没有说不盖。可是它的反弹其实还蛮大的哎。天下在台湾，我也不要说天下，政府做什么事没有人反弹。你给我举一件。所以政府做事，凭着规划，凭着智慧，凭着责任，凭着良心，反弹的人不一定多，声音都会很大。反弹是不是要被我们忽视？不是。我不盖也不是因为反弹，因为现在你做什么事没有反弹？现在我台中市的街上每一天做 BRT 的人将近5万人，可是还有很多媒体骂呀。其实这次如果我们讲到这次的选举的话，其实您主要会被像刚刚我跟区长聊天有聊到，其实您主要大家会有提到的，只有说可能您做太久这件事，那您的对手可能也会
在客家的部分呢，其实他也会提到说，像客委会。台中市客委会，它的预算要从6、7万变成1亿，那也会有客家的发言人这样子的一个机制。那您对他的政见，还有他所攻击您的部分，您会做怎么样子的回应？我觉得这个公平一点讲哈，你要问我客家文化，我负责东市地区的工作才3年半，县市合并才3年半。这是第1任，依法我可以做2任，这个叫太久吗？我等于在答复你，对于台东县来讲，没有什么做久的问题啊，对不对？这很清楚就看出来了嘛，这个不是问题嘛。第二，好，把老台中市再加进来，做了8年、9年，好，现在12年多了嘛。那我请问你，做太久真的是那么大的问题吗？任何一个民主素养的人、民主素养的人都知道，民主政治中有一个东西叫做选举。你每做4年要选1次，做不好下台，做得好连任1次，做的民众可以接受，再鼓励你1次。我连选赢3次，既不是官派，也不是站着不走，那你为什么不说我有民意基础呢？然后出去讲经费太少，要加，我要设发言人，我觉得讲都很容易啦。问问客委会的主委，他的经费有没有在增加和够或不够用？而且客委会的经费，刚才我一开始就讲了，它是对于客家特色啦某些计划，对于整个东市我们的建设花下去，大概都不止10亿、20亿喽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也不谈，然后到每个地方都开支票，我觉得也不是民主政治里面的好现象。好，非常谢谢市长接受我们的访问。谢谢。